所以从以前的要求博士学位，听力这么差的情况之下，畏畏缩缩不敢去美国读博士学位，就到这边只是体制的基本事情。在以台南议政国开的时候，或许就是抄袭，所以或许把麦克风是你可以拿亮，对，为什么时候该亮，什么时候不该亮，一定要请阿亮。其实这个灯不用，因为他们只要看到这个就可以。所以他一定要坚持他的专业。我从善如流，这就是我的个性，这是沟通。人他不需要听，因为我们在那边练，我们要相信人家的专业。所以到这边呢，我把麦克风关机，只是取示一下基本动作，因为不关机，全部的话会帮你听啊。我这个肌肉二批，除了想训练，是不是应该训练？歌手本来就应该去的，你为什么考虑那么久呢？你跟那边的中山有缘证去，但是过去那边需要两个条件，除了前薪之外，还要纸，不可以逾时。读了背一下，学到的过程都是不可能。那时候已经是资深的讲师了，所以奥贝没有内考、外考、顺考、期考、立考、并考、颠倒考、变标呢。另外也有几个老师，你刚才变在美国，少知道是少冰心，干嘛偏要打高呢？也要怕，是在成就。去吧，就是因为这样，不要怕，不后悔。连在坐飞机的时候一直要准备战斗，在美国的机场都还在我可能毕业了，听不懂，听不懂外国人的。但是你想，最重要的是相信，相信别人看到你所做的事，所以时时刻刻用3打电话给记录你的事，超连接，超连接。上场问题下载，所以好几次碰到了挫折，碰到了难事，可是我有个梦想，虽然人间哪有天经，我们哪有道理，可是就要继续，这是一个固定的程度。以后你可以善用这个故事，你可以接引更多的主持，它只是一个工具，就像钱一样，它没有最后，它只是跟使用的人有关系。你不要一看到钱说最好读谁读谁，你会20秒跟人讲，你没办法帮他，因为要求。所以就好像舟船，给你航行在水面再做一辈子，就是不上。回来了以后拿到博士，其实那整个过程困顿具象。来打电话的也会学的弟弟，其实要编造一个理由想，说心脏快要死掉了，心脏病，心脏快要死掉了。说要回去了，就帮他想办法。我弟弟不知道办法，好像被借枪了。如果这个时候你会对不起蔡家的祖先。Oh my God！ 对不
起爸爸妈妈才养的，对不起蔡家祖先的晚安，健康痛口用六啊六，哎呀，只是一个些许的考验，你明白吗？所以这个时候，学个一男就开始往前迈进。所以各位同学，要达到梦想的过程，其实是坎坷，一定不容易。但是要在这战前能迈向成功理想，又是一难。这些都是一个 CEO 全部都会看到。哪有一个 CEO 天生下来就是一子龙？不可能的，太顺了。所以只有 magic， 没有 magic， 只有 basic。magic 就是魔术，没有 magic， 只有 basic， 叫基本功。BASIC 叫基本功，因为英文这两个字有一点协议，所以 no magic 叫 basic。所以我们的基础功有谈到吗？你的心态是正面的，是对的吗？是正知正见吗？这才是你要的。所以有时候不要一直觉得自己是肉鸡，大给，不可以，我都信错。新潮的菜，姓蔡的都不菜。所以回来了以后，一直要成就一个娱乐家人，本来是要成就一个地球。爸爸教应该叫到青春，在台南成就100个人，不是有100行吗？100个行业。所以呢，想要找一个地方平淡，100个道先出去，西餐一间，中餐一间。做西装的一间，做什么5金水电的一间不可以立得起，要不然生意就会撞。我找100个人，有托，有幼儿园，全部住在一起。结果到现在变成6个住在一起，那就是火车在往危险的方向。本来要放弃了。但有一些人说：“可能是你自己是设家庭嘛，对吧？你刚好弄一个娱乐家庭，但是被人家嘲笑，我不想拿走，就是这样的问题。所以到最后面有一次记者公处理一些事儿，跟助人是私下的报告我规划的一个不对的时候，上台之前把助理同事叫到外面，说单独跟我讨论，受宠若惊。”所以他是说他是弥勒佛旁边的徒孙，小兄弟跟我有缘，看我这样辛苦，他愿意给我加油打气。因为他说平安是太平安心，那个地老早就准备好，加剧。我说方向呢？在哪里呢？他说，就是在你现在的就地前，往火车站那个方向，中间那里块。我说很大块。他说这样子才好玩。加油！上天已经知道你的路是很快，加油！退翘，我说慢一点。所以要鼓舞最大的勇气及相信别人看到你就相信。所以一个成大的校长发生之后，在指挥被车子撞，我去看，因为他中文很好，我去看，一走出了成大医院的门，就看到一个人在贴 for sale， 土地 for sale， 所以我看了以后说你慢一点贴，我先去看。啊，就在成大医院成大的，看完了以后就知道所以赶快请地理师，赶快请谭叔，请助理们去看，很快就马上。所以你会发觉到，很多人都说不可能，还是不可能。彰化西周的一点书院，
预点区在彰化西庄，你们可以上网去查一下预点区，一点就好。教育台中有正点，是属于我们正和事业，就像我们的牌正点。我们那一间叫预点，在台南还有云林道场设了一间新点。新点云林道场设在讲，台南的道场设了一间预点在云林。现在只差了彰化道场的几点，10几点换我的相片，至少10个点头是告诉我不要吃。你这样子看到100人，你要花多少心？可是人家谈主限定，结果我宝贝体坛办到宝贝，最好不要有杯。季文老师最好不要有杯，全部成杯。200万我借了200万，但是到这边盖了一个1200多万的预点区，那个地方可以住下。我准备了古包给你们住，那边磁场很高，你们去就知道。很多灵修的到那边去都想要住在正点，也去那边住了2天，那么有时间去，我自入性的行，话不可能的可，其实太多事儿，不要觉得不可能。我还有很多的梦想，那一个倒进去，务必还是要把它弄起来。所以这个，尤其在台湾，所以我不要自己认为自己是够精，请看一下10分钟的影片。这是注意到我的方法。一切都是上天最好的安排。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最好的因为把这个事业真的是改变。See.
easily into the garage, or the one down that road by